师傅类何处一得假面用一支，结此忠肝义胆，方能血色鸟千秋。有关于啲对联的句子是讲按脑里头人民基本上是你全部装下做生意嘛，开局头人嘛但是为到保护啲地方留啲脚头啦，你个本机啦条头，拿到啲棍咯留啲土匪来上去来保护啲地方安全所以呢，当时乾隆皇帝是有7封庙按照保重所以佢讲呢，你重视实际上是，但是佢代表的意义呢，非常的深你是按照所有的人民军对你重视啲地方，重视啲百姓，所以因为佢的重所以得到啲百姓的尊敬。抬头望着这两句耸立的对联，心里有点颤抖，像是在告诉着我们，客家祖先们曾经有着一场可歌可泣、誓死捍卫家园的陈年往事，而那是属于客家文化中不容被遗忘的历史信仰，依稀记得那是从阿公口中流传下来的。有关于那里人民庙的历史那里追溯到了清朝乾隆54年，林爽文时天。林爽文佢本身是推动的因为老清朝的军队无容五河，所以反抗清朝的政府是啥按佢呢，因为佢的浦下，佢本来两路，一路是到南浦。从彰化打下一路向北浦上来，因为这军队美国有训练过，所以沿途一打到那位是抢过那位，完全抢了北上市场。人家北上呢，为了这个吃饱为保护这个财产性命，所以青岛老去抵抗。黑色旗飘满天。凭借着誓死捍卫乡土、打死不退的信念，终于让这一群默默无名的客家英雄们，在经历过了不下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后，赢得了最后的光荣胜利，也为后世子孙造就了无可取代的精神信仰——义民庙。义民庙，你係日本的百姓，從頭處於15路漢詩不管是佢唱過嚟治病人家，治病人家目的呢，其實佢係求一個香港人的平安和事業成功。按主要呢，比如講有當兵的，我還有當兵的祈求平安你談講清準你有人冇人到你透過創堂到半夜上跑站的時間呢，你所有的求平安符的人全部就是有平安轉來了韓國過了時，你要買新茶祈求你行茶平安反正對你百姓祈求呢，乜計是有啦，事業咯做事業乜計有安尼情況烏一腳印，縱然隨着時代的變遷，義民廟在每個客家人的心目中所代表的精神地位，卻不會因此有了任何的改變。然而，義民廟在客家人的信仰中，絕對不是托付在那虛幻的神話裡，而是根植在客家人對先民開拓台灣的感恩之心。直到今天，義民廟的存在，仍然帶給我們後世子孫對於尊重自己的歷史有着莫大的啟示，同時也代表着新埔義民廟與新埔客家的子孫們有着無法分割的情感。